中小企每日都遇到好多問題，以下呢啲你有冇遇過啊？佢係時裝網店新手老闆，要面對嘅市場係全球幾千萬個客，成日都喺度諗我嘅生意點先更有效率，喺激烈嘅競爭中突圍。恒生一直支持中小企，帶嚟中小企同行致富，揾咗唔同領域嘅專家，幫大家盤生意 Power Up。要突圍，第一步就要靠品牌。我哋先問下 KK 呢位市場營銷專家，佢個 group 有成29間廣告營銷公司，仲 serve 緊超過400個品牌。網店競爭大，突圍要靠品牌。建立品牌同做人一樣，要有個性、有品性。啲客記得你、信任你，自然會幫襯你。搞好咗個品牌，第二步梗係要搞好物流。Chilam 搞嘅電商物流平台喺香港帶頭用科技，幫網店拓展去到超過190個國家。聽下呢位物流專家有咩意見？啲客落完單，點樣 streamline 個出貨流程先至係關鍵。流程要自動化 ，end to end， 有效率仲慳到錢，先至有回頭客。仲有第3步就係要有提升效率嘅商業理財方案。恒生嘅商業銀行客戶經理了解中小企嘅業務需要，等你專心搞好你嘅生意。做網店生意最緊要快夾準 ，Power Up 效率唔使逐次俾錢，恒生交易全月通就最啱做網店生意嘅你。收錢找數、外幣兌換乜都搞掂，營運更有數得計。加埋恒生商務多貨幣 Mastercard 扣賬卡，鎖定靚匯價，採購出差都慳唔少，仲有獨家禮遇同回贈添。輕鬆掌握預算，佢哋聯手幫你掂啦。係啊，搞網店先要吸到眼球，流程又要夠快，生意就要做越多。做生意從來都唔係一個人嘅事，要揾值得信任嘅 partner。恒生同你一齊行，揾齊唔同領域嘅專家，幫你盤生意Power Up。本地定係跨境都走得更遠，同商同行，同行同生。立即開戶兼出卡，解鎖無限商機。